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花旗財富外匯短評嘅時間啦。我係陳樂瑤，今日係2026年5月6號。受累中東衝突對能源進口國嘅影響，日元持續疲軟。自3月中旬到而家，美元對日元一直喺158同埋160位置附近窄幅上落，並且喺上個星期四短暫升穿160水平。但根據日本經濟新聞報導，日本政府同埋財務省喺上個星期四曾經入市干預買入日元，令到美元對日元喺160嘅水平迅速回落去到大概155.5。花旗分析員嘅基本情景認為，若果日本政府嘅目標僅係為咗阻止日本貶值，日本當局或者會待美元對日元再次升穿160嘅時候，先至會再入市干預。但呢種突襲式嘅干預可能觸發新一輪看淡日元倉位嘅平倉潮，可能將美元對日元進一步推至150嘅水平，支持花旗分析員喺中線睇好日元嘅觀點。澳洲央行今個星期以8-1嘅絕大多票數通過加息25個基點，強烈顯示委員會對通脹嘅上行風險憂慮。當局最新嘅基準預測顯示，核心通脹按年升幅將會喺年底上升0.3個百分點，去到3.5%。當局預期要到2027年嘅第四季，核心通脹先至會回落去到目標區間。澳洲通脹同埋利率前景或者繼續支持澳元跑贏非美交叉盤，例如澳元對日元、歐元、英鎊同埋加元喺短期內或者仲有上升嘅空間。英鎊方面，花旗分析員維持預測英鎊中期表現落後，主要因為英倫銀行將會喺2027年或者之前轉向減息。此外，經歷能源供應嘅壓力之後，英國可以運用嘅財政資源比起其他10國集團嘅少，難以支持實質收入，或者將會拖累消費。預料6至12個月，英鎊對美元將會回落去到1.27嘅水平。今集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